受到国际局势影响，油继续咧起价，客运车司机哀叫，讲安尼算算咧，一个月至少会增加1600块的油钱。 客运车一台接一台驶出来，司机准备要去载人客，是讲随着油价咧起，因为油钱也愈来愈上涨，差很多。我们连油电的都差，你要怎么样省油？你总不能说像我现在，我刚刚在那边，我这车子也是一直发的，但是我知道一个原理，就是好像是我们在发动的时候，它比较会吃油。今仔日每日的汽油就起块半。 司机讲，若是食汽油的车，一工少爱加30粒的汽油，含顶礼拜来比，一工加54块，也毋过一个月加落来就加1600块去啊。那因为油价上涨之后，去到处绕找客人这件事情，他就会去做改变，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司机他们会在做定点上面做等待。 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比较长的单，有一些司机也会不愿意载，因为长程的单要空回的几率变得非常的高。松山机场摆班的客运车司机讲，原本地会细路拿出人客，也毋过即摆为了要省油，该增加摆班的时间，尤其会关注飞行器降落的时间点。另外摆班的时，车就尽量莫发动。毋过司机也讲到，沙拉界天气愈来愈热。 卡车若无发动，都无冷气通吹，车顶就会热烘烘。面对油价一直起，司机也爱想尽办法，找出省油的撇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